天顺条彩烟明，耳朵乃都将来相。记山记呀，我都大牵错。永不能够老过。记山记呀，我都大牵错。永不能够老过。春面冻浆哦，买无？爸，我们来就好了啦，你去里面休息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你做好了声音得出来，ยังไม่裝好嘞。哦。哎呦，都难种嘞，都得用万人种来。哎呦，爸，你看嘛，那都难种没样的啦，我来看高音看高音，哦吼，这面个面线呐，嗯，昂起标起来，用起来。产都像马太阳诶，哦，马太用诶。嘿，昂起，嗯。有时呢老给扣起来，哦。有那个风机，产那起来，老给染起来，啊，就做得了。好。
OK 哦，好，来，然后，好，果冻出力，跌出去，马上绑左转了，好吗？好了，妹妹，不是手啦，慢慢的吼，爸爸动我搞。姐，爸刚说哪一个要摆左边，哪一个要摆右边啊？哦，好像鸡要放中间，然后这些纸钱要放左边吧？这个放这边，爸，爸，哦，生意啊，生意的不用对动来。哦，哎，你们讲你们啦，你们讲你们啦。你喺福建點啊？福建，呀呢？一田共建，一梯建。啊，有咩講你們來？我就说吧，鸡要放中间。阿东爸好，阿东爸好。阿張哥，今田共嘅同事裝好嗎？還有幾樣來歡迎佢哋做下點點。你就會開始擺咯，時間都差唔多了。好啊，就開始啦，唔是等啦。阿哥，我講下咧唔較好啊。三妹妹全部都做嚟過年。唉，那又乜嘅好唔好？好夠變了咧，就轉來咧。咦？咁現兩下來又忙轉來？忙啊！太奶工廠工，一個人帶出貨，看到就會轉來。四隻嘅牛肉店講開到廚藝就休息。你係好命哦，兩下來就係咪算錢？唔使好命，三妹妹又乖又曉得同步卡聽書。哎呀，妹哦，嚇你咪係咪全部係送嘢？無人廠係會貼錢，你唔到啦。阿哥，我係何？我係貼心，要直接做阿爸阿妹嘅辛苦，有來咯。出去就仲係跌下你樣未啊？阿哥，哪一年你上我老妹送本嘢花，就送本係好嘅啦。咁你係唔講了錢啦？咁就送半嘢。好啊，唔是唔貼錢，初二要係唔三妹妹過來我不看拿紅包。冇個講嚟啦，我哋開始見田工咧。等下我哋泡茶。全部都準備好了，開始我哋見了。好，大妹你去叫媽媽。好。好，謝謝。你看人老妹，哇，這超夾夾嘅，食菜就讀書，按眼睛啊，啊。拿來的拿來的。爸，那你先猜看看是左手还是右手啊？哎呦，天公我怕你了你啊！再看看嘛。照片啊？不对，那就右手咯。也不对。看你這個騙你了呀？還走哪一步嘞？噔噔噔噔，最新的魔術在這裡。哎呦，這有乜好搞？切菜喲！爸，你看在這裡，也要在這裡。哎呀，媽，有乜好搞啊？爸，你看在這裡，也要在這裡。哎呀！啲啊 V，係啲啊 V 啦。阿爸，係啲啊 V 啊。我看到呢，哪位做工？哪位做工？做工呢？那邊？你那邊？阿爸，係啲啊，係一隻豬啲啊。妹妹，有嘛呢？妹，有嘛尿？
时间到了拜天公，唔捌咧做嘛个啦。打电话本来啊，你有冇意见嘞？来也唔会走，天公唔走下，接到让香先拿出去，我来泡茶。什么办哦？都在都做嘛该啊？还面还夹掉诶，这个要抢银枪咯，天公公门都人咧不客气咧啦。好啦，啊茶路泡解下甜，怎会咁甜？冇用个蒙本天公生咯。天公伯，我喺带同一点的阿总啦，俺所以今年又要请保佑我两位来，积极同我敬畏着顺的，还有保佑佢呢，在特别顺利穿太前，最后请保佑我同我夫人家身体健康，免卡重大的，还做得那么多顺的。爸，白梦收收没？你要变我不牛噻？白梦收好，收美好。阿婆爸啊，也唔会限拐哦，全部都留到不下来天数哦。哎呦，你还唔搞，还要加出去？你讲讲讲又要嫌？唔会啦，迄三都按地以上，马上敢骗哦。我可没谈到，我心牙牙的呢。哎，错了，来木个，伢那有冇过来咯？唉，你係囂省人啊？誒，攞嚟交唔來。喺二中店啦。哎，上班有没有谈讲？你还没要不要回去来讲？啊，有一好无哩？你係囂省人對天目鏡啊，就意思啊。老實講啊，你講唔通，算你啦。市场打了这一步。哎呦，伢那是已经有冇重要哦，后生嘅想法。冇一集進不開，過去要同人講乜嘅？算了算了。阿庄伯啊，唔知個識甜的啊？
也对牙齿全部做破手了。唔看啊，人家牙齿啊全部种猪蹄嘞。爸，难食糖嘅，什么意思？咩系冇食甜咩？我唔记得啦，有糖尿病呢。哪有买糖的人是敢唔吃糖的道理？是唔得，是唔得，小命从头就是唔得。买糖的人吃糖的，就看唔到爷孙的出世。唉，我等到那粮食呢。杨妹妹18岁，初复查，种麦芽，初到麦树下，两豆米大糍粑，无同好温温奶茶。大红包新快乐！嘿呦，我老天公紧住诶！哎呦，妹妹，手工的冲都是会痛呢。来想爱买啥石头？好，好，我们买几多？妈娘，也只细阿妹想用 QA 的人整做什么人的偏爱哦。阿公先来多就今天过，等下长成什么人的30桶滚，好吗？講人做高鐵啊！唉，我都弄，睇冇見來見計。阿婆，你看到只作拍用種嘅細阿妹無？親像就計都嚟問下照過去咧，唔知照哪了？哎娘！还没看内向，你就想本过年都穷了，完全就冇事，想都会烧铁嘞，唔使使去烧嘅。好啊好啊。用不按用就走很，同我都还忙嘛，也给人实在要万人争吵。唉，你还不在了？等天公一来，变成就真的是团圆饭。亚种太严就是真正用的炒饭啦。冲啊！天公爷吼，俾你故意家人处处的穷下食饭。哟，跟住最後是你咯哈，好，三萬六是咯哈。妹妹，吃牙面线，吃面线会变得健康，要健康状态。你本身，你们最後是。
阿妹那边咸豆面线无？咸豆都自家来哈。别听他们人哦。子生，来，没事带面线，辛苦了。子生，变了。等我生嘞，那还叫侬吃饱饭啦，你叫侬搞咩请你小强，叫侬做你才是故事的哇，你嘛。听怎么都该不懂我呀？听怎么都该不懂我呀？今半夜吼，你用按妄神啊，还没身体冇松松啊？无啊。你啊吼，挨来就好个啦，你去跟老板关点门。好啦。阿文啊阿平吼，有打电话转来无？无呢。乖，迄没天发先用摕去啊，根本你规日无通到天发向呢。天发好好，哪有可能？唔用个滴。就快点咯。无啦，也就讲天发哪有可能好点点的发现咯？还看迄上来上啊都神经呢。啰里吧嗦，明明啊，一家上爱谈，爱生人转来，就唔出只大天发，是像生人迄个一三年强啊强咯，一家就无分呀。年30，用做在管家的喏。天父按讲，系衰唔到啦。老爸有错出好个啊。做唔得就会做唔得啦。基本的天赋吼，一天都点到天光啦。按样啊，年长会长，年长会扯。扯嘛个屁啦！一通天发都唔晓打针不卡，点野战佛有嘛个用咯？来看下亮个啊！天公公愈无定前面道路转不卡，点野战天佛，可能都疲软啦。依然唔想看呐，也蛮迄年代呢，就会生人最无限嘅时间。伊迄有办法吼，其实会提早转不卡啦。你说改变啊？做嘛个啦？你没讲讲咩？你说改变？啊，没强用。哎呦，狗屁啦！天父啊，是指点着安步，木主啊，是怕很的，人哈就衰退去了。这个就显衰的。
爷，无水好呀。佛安讲，用水落沟喏，规只将近杯喏，硬嗲嗲的，哎呦，腰欠杯掉。莫咧拿个肉酒让推推呀。唔是啦，唔是啦。大帮你啊时间限做哦，实实去拜八公，无啊，人一到啊，八公用要记得求嘛该喏。阿文爱是菜头班，你哋系底啊，可能唔拉哦。等下八公拜好啊，顺山里都市场去加买一堆转来。哦，还有啊，猪肉摊啊，根本嘅还有开，再买一串嘅太长。阿边爱说。姜叶两只来有嘛个批乱用，都唔通自家多上两只蔬脚来用。好快就要你自家该做，我怪嘛啥？好啦好啦，就怪挨啦。好啦，太过年无过讲，实实一拜八公，我哋哈只求你全家平平安安。哎，走，恭喜！哎，恭喜哦！哎。八公八婆，我带住家乡买糖的阿总啊，感谢八公八婆这一年来，我们的全家健康平安，新年的生意也都顺顺利利。来年也请八公八婆继续的保佑。妈呀！还有一件事情要向八公八婆申诉，请八公八婆帮我拄到个小阿妹，我输了个钱，应该老痛的拿本人家当做的。哎，张哥啊，
糟糕！哎，你来拜拜啊！金色的，嘿嘿，咩？今看嘛该看到阿年前啊，阿日婆。无啦，出差看伊着生年提高。哦，生年啊！哦，哎，啊你做阿公没？啊，你家两个是唔求有叫嘛？一点人都嘛无可能到，也毋着等到那粮食长南的都顺的。啊，你人较好命，按做你做阿公。哎，啊，也那只姜诶？你啊遐，哦，你迄第三届，哎，唔讲啊好命，乃按到好命啊！啊，乃是唔求全部去做事哦，生意全部得本来土啊！哎，伊只半夜就唔是看到人嘞。啊，生意又本能分钱吗？能分钱是，一国都冇少，问题啊，我哋都唔要爱了解啊。唔会啦，唔过因为讲，至少有顺的好难哦，顺的做得平了平高。做生意啊是千忝哦，24小时做唔得离开脚铺哩喎。唉，你挨每人讲，你讲生意啊吹到风吼，再去家铺吼，会骂解过哩喎。好啦好啦，金色的，啊有闲都同我泡茶。好啦好啦，好。番薯头，薯条包一共10盒，苹果泡泡糖5盒，薯圆包巧克力呢5盒。哦，俺有蛋挞。好，阿公，我买第二碗鸡。好，等一下带阿公来处理啊，谢谢。好，麻烦先了。好，你买这了，有嘛是要当天发钱了。好，啊可以查生意啊，要等你本来。公，我100个5元，然后这样元先找5元。好，阿公找5元。阿公，那番薯筒用来卖？哦，呀，番薯筒一盒要70元。阿公，公公，太极的迄4支豆点怎样？太极的是5点，4支的3点，只有1支，好冇？阿公，有买皮卡丘吗？有皮卡丘，你皮卡丘要出开胃，但出到开胃10位杂师就送皮卡丘。好。阿公，我要买圆筒。哪种阿公成本？妈妈爱巧克力牛圆筒。哦，咩牛奶糖哦？我要包碎粉碎的改种。好，泡水唔使，有，阿公全部有，吼，听阿公入来，好嘛？阿公成本呢？机票有弹珠台好高诶。我要沙士头。好，30头。10元的30头，阿公滴，阿公来拿。
总嘛会遇到其他小朋友恐吓教。来，这桶诶。阿公做唔着食糖啊！阿公的牙齿全部蛀呛呛，我牙齿好食糖。阿公有糖尿病，做唔着食糖，食糖就破病。阿公还要食糖酒，身体健康，长做得那么多孙呢。哦，生一仗啦，生一仗啦，生一仗嘛，生一仗啦，阿公做唔着食，阿公阿公食啊食。喝什么？懂好吃。妹妹，天阿妹，我全部卡咯，今仔不很严上色，他卡路全部卡是团圆饭，唔好全部卡是饭。我带我嘅阿爸还没来将来。啊，你爸爸妈妈咯，伫那边？这片，东演。安演。妹妹，你等阿公一下，阿公拿个东西本。你对老板讲吧。就带下夫妻的生意呢，你作生也冇诶，就自己投钱啊。快有人哦！诶。留个沙士桶送一台呀，就冇人买。冇拿一台沙士桶。送乜解啊？假生意你买，唔记得带走，交一份原价嘅啊。如果散见咗，又没忘记，你沙士桶天，我是暗见咗。是亮啊，莫本都市空空。你给我出显示，这样的吼，无按做准来啦。团圆饭就全家人穷下些，那用人自家承受呢？唔是等的，安尼先说。给我打电话问看下无？局上啊睇见的神风，今日有上多不卡，此言不转来。等，我等到那粮食喏。今日迄唔转来，我迄边连饭都唔是食。有嘛个好奇怪？平常唔免像安尼两三年食。我喊了白家夫8块，唔见唔得买诶，见是什么？当然同我提下，
大人都该稀稀疏疏讲嘛该呀，好吃饭呢。好啦好啦，阿公咱拿本，好冇？给数字米。好，给数字。爸，再讲啦，嘛会再讲。差唔多500万啦。 500万，爸也是太冇穷样的啊！你不用记啦，做嘛个脸太过年，喊这个人家。俺买沙四桶。妹妹，你准备搞啦？你准备搞？你准备搞？几准备搞？